各位觀眾朋友，頭先睇完5個環節，有咩表示啊？係俾多啲鼓勵我哋大家嘅演員，因為喺呢幾年裏邊，大家都付出咗汗水去學習、去練習，先至有今晚咁嘅成果，係嘛？其實學習呢，我一直以嚟呢，我有一個咁嘅解釋嘅，學習叫一齊就係學習，亦都可以分開學同習。如果學而不習，就冇可能識，因為你學咗之後要不斷重複去練習，先至有成果嘅，係咪？好，多謝。咁喺咁好嘅、咁精彩嘅演出配套底下呢，當然係有好多人出咗力。咁我哋喺呢度呢，就要多謝，首先多謝呢個香港金怡戲劇服裝有限公司，特登喺香港攞好多嘢過嚟。咁啊，另外呢，亦都係好多謝龍鳳粵劇製作及推廣有限公司，再加上我哋新橋嘅坊會，再特別嘅係我哋澳門永樂戲院嘅所有員工嘅支持同埋配合，多謝佢哋。咁啊，除咗呢啲包裝配套之後，大家有冇聽到今晚真係粵曲廣東戲嘅大鑼大鼓滴滴打打啊？因為今晚呢，我哋就唔係做成套嘅粵劇，嗰一啲滴滴打打真係好辛苦㗎。好，咁我哋呢，多謝我哋今晚嘅拍和師傅。首先有掌板嘅蘇振偉、鄧子健，大笛嘅陳國寶、陳毅聰，辛苦啊，吹到嘴都歪埋咁滯啦嚇。另外呢，大鑼嘅有趙建豪，單打8手嘅辛苦高堅、邱強。另外今晚仲有一個特別嘅，就係為我哋演奏竹提琴嘅黃振文師傅。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呢，就係我哋今晚第2部分嘅演出啦，就係我哋嘅六國大封相。呢一個係竹版本嘅六國大封相。有人可能會質疑乜竹版本，乜嘢竹版本唔竹版本啊？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因為我諗在座嘅觀眾都大多數都係睇過粵劇、中意粵劇嘅。咁好多時我哋喺神功戲啊，喺以前嘅戲院成台戲裏邊都會睇到六國大封相㗎嘛。咁啊，六國大封相呢，其實就係點解會成為我哋粵劇嘅一個必演，仲要頭台嘅經典劇目呢，一個例戲呢，其實就係顧名思義啦，話明六國咁大陣仗喎，咁多人，咁如果我哋演呢一個作為例戲嘅，就展示到我哋呢一班呢，佢哋嘅人數充足，同埋我哋嘅呢一個演繹嘅所謂呢個角色，我哋係齊全嘅咁所以呢，就係要展演俾觀眾睇，我哋係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嘅呢班係人齊嘅咁解。咁啊，點解又講返轉頭啦？你又話竹本，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六國大封相係講邊個個古仔啊？講蘇秦被六國封為丞相㗎嘛，
係啊！我好多時咧睇六國封相咧，都係好似都唔覺眼搔唇嘅噃咁。咁其實咧，亦都有可能咧，因為我哋隨住年代行當嘅流失，亦都有可能咧時間過長啦，咁變咗咧就一路路刪減。咁今次我哋嘅足本六國大封相咧，我哋朱振華老師幾經辛苦挖翻、搜尋翻蘇秦嘅一段大綱，完全呈現晒成個完整嘅六國封相俾大家睇。咁所以我咧就話係足本啦。咁今晚我哋嘅六國封相咧，其實一個六國封相咧就係有幾部分嘅展現嘅。咁第一部分咧就係六國嘅皇帝召開會議，即係六國元首召開聯合國會議，大家商議一下，喂，嗰個蘇秦點啊？嗰個蘇秦幫我哋點啊？不如我哋六個一齊封佢做宰相啦。咁大家開圓桌會議咧，就投票嘅。咁當然係個個都投咗一票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蘇秦先至可以封為六國嘅宰相啦。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由六國皇帝頒下聖旨，打晒指模，簽晒紙，咁就帶去封呢個蘇秦啦。咁另外咧，再落嚟咧就係哇六個國家幾大陣仗啊！封蘇秦做丞相喎，一定有好周街裏邊國家各項裏邊都有好多人圍觀啦，係咪先啊？咁有好多儀仗隊啦，唔同嘅形式啦，係嘛？咁就係豐富咗成件事，咁就變咗我哋粵劇嘅行當咧，每一個行當都有一個一定嘅表演嘅呈現機會。咁大家留心欣賞下我哋今晚嘅足本六國大封相啦喎！首先呢，就係召開聯合國會議啦。大樓垂巢，為我哋擔演第一位公孫顯嘅係鄭子明。烏江邊報為臣者，得報佢勞。三府是面道，三府是面道。老華夫，魏國華民共上前，看秦邦秀妙，我們路過，多感蘇秦心傷，
虽可邀功，奉了吴王之命，向前的魏皇后到来，商议封赠，我去登銮，打扮上走。四太監黎桂珍、劉禪、黃兆斌、林錦華。魏良王陳彥光。坐烈龍巢，文武兩班齊攻後山，夫道人機傳宣，班召張繼官員陳昭表，寡人喜悅朝臣稟報，朝臣稟報。魯國紛紛起戰爭，屠王霸業定乾坤，一心怒氣衝腰兜，才得威名四海聞。顧家愛國良王，可恨秦邦無道，屢屢戲描我們魯國，多敢收秦先生，雖可魯國本其有功，本該高官封贈，只是孤王一人不敢繼位，因此相邀李魏先王駕到，相依封贈。又是公宣慶神，孤王命你相邀李魏先王，事情如何啊？列威皇后意在路途，大王定到。如此說，朝房公兒好。臣領旨。四飛根、鐘定薇、黃寶雲、崔慧儀、馮善華。
國民公阮順娟，韓國宣王陳建忠，齊國莊王蔡玉霞，趙國叔侯簡多平，齊國懷王陳愛蓮，路過皇后祭拜生死教，兵中興起火長情開個章，也只為君若同心要把那賢良愛下。国家因国文公，齐国庄王，赵国怀王，赵国蜀侯，韓國孫文納公。列位先王，请来了。請來了。魏國梁王名帖相邀，但不知有何建議，一同過邦問了名。一頭有禮，啊！路過皇后祭拜生死教，杯中興起火長情開個章。也只為君若同心要把那賢良愛下。路過神王到，打開烏鳳樓。是的。好啦，而家其他嗰幾個國家嘅皇帝嚟到，佢就出嚟迎接佢哋啦。
先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挽求恕罪。岂敢苍尽贵王多有得罪，明知先王上要，有何今日？李位先王，先王，可恨秦邦累累洗表我们鲁国，多感受秦心上，虽可鲁国，本秦有功，本该大大高官封赠，只是小王一人不敢继位，因此想要李位先王到来，相以封赠。如何？早啊，列位先王，先王，我想抒情先生随和路过，满腹经纶，口吐珠玑，本该大大高官封赠才是。才是。走，宋庆先生有驚天動地之才，要水魯國，本該大大高官封贈，奈何小弟山有魯淵，關山作隔，魯之奈何？列位先王，先王，宋庆先生随和路过，本该要封他为都丞相，但不知列位王宋居今如何？列位王宋，宋庆先生有彻天彻地之才，水河路过，本钱有功，本应封赠，若不封赠嘛？如何？真過意不去，列位王宋將來，正合小弟之意，未知魏王與主見如何？李位王宋將來，諸見皆同一樣，大官明日收殺聖旨一道，命人前往為須設台，拜蘇秦先生為相，主意如何？与其水高起了，拜召一罪。我等诽谤有事，就即告啊去。送啊送！嗱，一國之君呢，真係日理萬機嘅，唔止而家，以前嘅皇帝都一樣啊！開完會，連國宴都唔得閒飲就走啦。公孫慶，三孤王收之一道，命你前往為須設台，拜蘇秦先生為魯國都丞相，保得為之。身好比龍駒一片，揚鞭就走，人望不棄，技功後降，這主上正那時，一人妙計安天下。還真標明，走啊走！退一草。好啦，既然間開會通過呢，每個國家都派出佢哋嘅大元帥去恭迎
蘇秦嘅噃。嗱，而家咧，各位觀眾見到又年青又醒目嘅龍虎武師咧，就係嚟自我哋珠海同埋廣州嘅年青演員嘅燕國元帥徐蘭愛。齊國元帥梁春蘭。韓國元帥冼慧英。趙國元帥羅丹如。陸偉強。齊國元帥盧國明。真太請了路過紛爭，永無零碎語。先有蘇秦先生，誰何路過？羅龍何以？拜蘇先生為路國都丞相，憂勞列位真太身披戎裝，在花台恭候啊，有禮請。四高帽陳炳雄、許少榮、黃兆斌、陳卓斌。
其實四高帽咧，亦都係儀仗隊之一，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咧由傳統到而家咧，就將佢哋打造成咁嘅款嘅。商人羅散架、朱慧儀、何麗瓊。嗱，其實從呢啲嘅演繹嘅呈現呢，就係睇到咁大陣營嘅遊行，梗係好多人嚟觀賞啦，梗係唔少靚女啦。你睇下個個靚女都着到花枝招展㗎。哇！佢哋話周圍都好熱鬧，好多人群啊！我哋小心啲啊，因住俾人擁低啊！嗱，係咪呢？人多嘅地方呢，自然多搞屎棍㗎啦！鬼叫你啲女仔扮得咁靚咩？係咪啊？又乘機啦！所以奉勸呢，在座嘅靚女啊，如果咩年宵啊、咩節日出街人多，都要小心啲保護自己啊嚇！跟住第二位公孫顯嘅係趙樂禮。列位真太，賜拿了，歐大人賜了。劍要蘇前先生，雖何路過，花前要共，多龍可以拜他會上。煩惱列位將軍身披戎裝，在花台恭候。言語地有理，此
岁月，蘇秦、又朱振華、走。龍爭虎鬥間窩扣，路過為實。中藥開戶，狩夜時間，魯邦夫就迎送戰將，勇記一謀。按这里把结束走开，他那里黑家炮手，秦襄阳左小兵败，安守秦摇摆起头。杨城佛道单切杀，单骑在元王万载千骑。该杀何官又奔上奏，胡是退于朝。神收钱又奔上走，走上来，用走。干王从家美楼，须眉神圣梦成红梯手顿手。果然就得明白，此卿家黄金言已科，知罗难跑，余相忍受，撤退朝房，后知是恩。千岁，光閃閃劍刃似刀，紫羅蘭雨香迎着我正呢？曹剛過境，這都是神的願恩賀。卿家苦勞功勞啊！神有神無功勞，有誰路過皆因是小美神有山川石頭，王胡王在用神在手，神的馬騮經悠雖變奔要了頭髮滿華菜的舒服安，什麼後的歌手三位仇害，有一個結發次次成耶走，王胡王其神歸天謀，西風神雙親左右。
卿家果然走得明白，撤退朝房，后知开读。千岁。好啦，而家正式捧住聖旨，攞齊衣冠印去封贈蘇秦啦。圣旨下过，千岁。天生要道之捐，地產棟梁之將，兼要蘇秦先生。花前邀功，鹿龍配衣，有旨下來，拜蘇秦先生為魯國都丞相。其次就是封為魯國一邊都夫人，封為回國公。不隨之，其數方為養老太師，先不隨之，仲方為定安後，三不隨之。其餘部下將軍論功丞相，聖旨都把山千歲。六國元帥奉旨出去迎接蘇秦啦。
仔隊陳碧霞、羅少嫻、黃慧珍、李瑞晶、陳淑芬。喺呢度真係要辛苦晒各位廣州同埋珠海嘅年青演員嚟助陣啦嚇！
包尾煙芝麻，何順義。隻胭脂馬要氹嘅。儀仗隊陸續有嚟，二公燈、葉偉平、黎桂芳。楊婉儀、余艷龍。呢個係正羅山朱碧紅。
第三位公孫顯鄧華超。啥个有何多能？要留列为将军安送啊！奉主之命，理所不解。如车上同见义呀你。好啦，而家輪到車隊出場啦。第一位車嘅就係馮寶雁。第二架車鄭善兵。
3架車黃梅芬。咁大嘅盛會，梗係車隊都多啲啦，因為好多達官貴人都需要坐車㗎嘛。第4架車謝貝山。咁大嘅盛會，梗係好多人坐車㗎啦，所以紅的又出嚟，黑的又出嚟，睇下有幾多客啦。正車易麗娟。恭喜属下，贺喜属下，喜从何来呢？属下敬意，万民奉赠，老夫可喜可贺。要来老大人洪福托带，好事了，恕老夫亡命在身，不能远送。属上请。
要替路过中奖官。树上有位故里，你们必要威威风风送树下还月香。多谢老大人。树上请。好啦，而家公孫顯呢就親自相送蘇秦咯喎。你啊後生我咁多，點解你會叻仔我咁多嘅呢？老大人请呀！是的。就是。老大人请来了。首长，有方威风杀机，首长万谢。嘿嘿。蘇先生，你睇下你幾巴閉，幾多儀仗隊列隊歡送你啊！多謝公孫大人你嘅相送啊！
人請了。頭先咁繁忙嘅禮節，而家坐返唞下先啊！老大人请了。属下内意周周。喺封相裏邊呢，公孫顯呢就係我哋班裏邊嘅正印武生擔綱嘅，咁所以喺封相坐車嘅環節裏邊呢，佢就表演佢武生嘅腰腿嘅功力啦。嗱，坐無影凳咪就係呢啲咯。威風。殺！嗱，呢啲功架呢，就係我哋中國戲曲抽象形體嘅展現啦。佢仲要打側身挨喺度嘆喎。嘆得兩嘆做乜？你點揸車㗎？你架車冇裝避震嘅咩？
炸快了。
間路過，因咩關普家山珍山日啊，沙枣做盐粥，可东梁太子给冲坏。有大财相安數錢，當初前幫橋命報地。我就記得歸家誰想我那爹娘在堂前來打鼓燒油罵得我無奈何，只得捨命出頭疆我那山樹，他慌慌忙忙前來打救，他說道數錢，你連小橋命報地，何用出錢？且聽我說言，你好比神爹而來，好一杯梧桐葉綠。心未隔拉巢夫的把你當作乾柴，
来看啊！待等来年春三月，一叫开花采木丹，相安守情，直到夜半而来，错言行，迟早会路过皇后啊，平安守情。水河把边花前，有功啊奉为路过都清香，好比神爹而来，好一杯古木逢春花再开，路过之中动啊良才，司马高对专家来，一家人下熬夜开，司马高个月夜。建议你司马高个月，放线的松中有大财，开呀财。滿皇都似何猜英才，烈轟轟天叫街。
張仔大公。睇嚟喎，張一大。辛苦各位，今晚節目圓滿結束。